来，咱也来关心这个第17案是核四厂丁胖的公投。咱镜头就来到贡寮在地，也就是这个设核四厂的地区。今仔日天气乌阴乌雨，不过来投票的民众也是袂少。盐寮的反核自救会前会长的吴文通，伊就有讲到，讲因为着即摆的公投，伊拢是真用心拍拼咧宣传，望讲这个少年人会当回乡投票。 民众喷酒精消毒、防体温，工作人员嘛挂面罩、甲喙罨，做好防疫措施，就会使来投票。看了乌地国小离核四厂区只有几百公尺，才真早就有民众陆续来投票。天气不会说很好哈啊，人家会比较晚出来，比较早来投，很不会排，很顺利。无免啥排啦，因为阮就拿水投啊，会真舒适啊。 向土地公拜拜祈求了后，才去投票。另一边，伫乌地公园是盐寮反核自救会前会长吴文通投票的所在。伊讲，即摆用真济方法来宣传，希望福籍伫看了的少年人拢会使转来投票。前2天我们有扫街动作，这样的动作我们也有做，但是我们整个是透过整个网络族群，或是通过我们家庭的资讯取得，向所有的年轻人呼吁，你们一定要回来。 吴文通希望中期核四公投卖通过，北台湾的民众才免烦恼核四的安全问题。贡寮区的投票权人计共有10765人，不过中期核四提案的公投是要以全国1982万外人阴暗的投票结果来决定贡寮居民厝边现状是毋是会过来改变。记者郭文祥随新北报道。